高高位，顾台湾好生活，高高位，郭国文当选。4年前投入立委选举，得到多数台南乡亲认同，顺利当选第9届立法委员郭国文。这几天来，伫立法院门前，一直为故乡台南争取经费努力，是有目共睹，亲向民众信任。伊表示，伫这4档任期内，伊拢是以立法院的新兵战战兢兢的心态来面对挑战。现在伊将要再次参选，也是以同款的态度来面对。国文立法院啊，总共已经有4档之久。而这4档之久，我抱的心情其实甲补选的心情拢同款。而这4档之久，我抱的心情拢是同款试用期的心情。而这4档之久，我拢是抱着同款立法院的新兵内底过着每一天来调整每一件代志。今仔日又过4档啊，后表面的日子，我永远会抱这款的心情来面对明年初1月13号的挑战。郭国文伫发表参选理念，讲到已故民主前辈黄先条时，雄雄要流目屎，讲袂出话。我嘛请条线来陪同我登记。条线呢已经是变做台湾历史的一部分。条线呢，我已经将伊的相关的译本送予咱的国史馆。虽然伊是正做历史的一部分，但是伊的精神永远拢留来。民主前辈的精神甲脚步，是咱后辈继续延续上界重要的目标，也是一种责任。郭国文表示，这次总统甲立委选举真重要，国际上也拢真关心这场选举，所以要特别努力赢得选战。目标是民进党持续执政，国会嘛要继续过半，赖清德嘛当当选中华民国总统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